高就是高手，遮侪人无法度人擒拿一个电鸟倒转来。王哥，若毋是迄个怪老人出面来救电鸟，电鸟伊早就死了。什么？又搁是一个怪老人？是。王哥，我看咱想一个好办法，除掉这怪老人，比较较适当。低调怪老人，别哩，绝对袂用，绝对袂用，绝对袂用。王哥，你知影咧？你规身躯皮皮臭啊！无，哪有知影？王哥，以你介世武功，若要除掉这怪老人者，敢若倒顶泥工，这哪有生还为难呢？无毋对，王哥，只要你亲身出马，要掠迄个怪老人，敢毋是易如反掌的。好啦好啦，莫搁再讲伊，莫搁提起伊的代志，好啦。王哥，你是毋是知影迄个怪老人伊的真正身份搁来历的？莫搁再问啊啦，莫搅了，互我较冷静一下。王官，什么代志？隔壁龙官，前天我来一个怪老人，大家拢阻挡伊袂条啊！什么？又搁是一个怪老人？是毋是前抓来迄个老人？这我就看无啥清楚，要毋过共款先做头毛喙手背，他妈大细声话。啊，对了，王官，伊即摆已经往冲霄楼去啊。是，去冲霄楼。是。阿爹。老大哥对遐尼啊远，专工来看你啊！来，来，来！三八小弟。你哪会啊无插我？至少你嘛都爱陪老大哥啉酒陪。你明知影老大哥我无爱什么好酒，只要这个白干辣酒，老大哥都欢喜啊！来啊，为老大哥啉酒。你，起来啊！起来，陪我啉一杯啊！起来，大哥。
贫穷，相无情。你恶言短语是讲啥物？咱兄弟的亲情啊，永不来。大哥，小弟已经死啊，你知无？是。后白讲骗我，是乱讲。等大哥，等大哥要带你转来去，惊，甲大哥转来去。大哥，小弟袂用去甲你倒转去，你家己紧走。我唔，我要你甲我行，你甲我来去，行，转啊！大哥，你甲我转来去。我唔相信讲有甚物人有才调爬起来到这个冲霄楼。我要爱你转来。大哥，已经有人来了，你紧走，我要你甲你甲我来去。大哥，你甲我来去，我啊！什么人？我惊，你是什么人？啊！转来去啦！你就是罗峰。啊！什么人？我惊，你是什么人？啊！转来去啦！你就是罗峰。罗峰。风，什么风？东西南北风。嘿嘿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风，天公。地公，三界公，啊！罗峰，变成啊串，啊你谁？走。我家己行嘛，走。我家己行嘛，我通行，我通行嘛。我行啦！你叫我去倒？问你叫我去倒？我怎？我要带五弟转来。五弟，王官，这个小的，买要怎样甲处理？嘿，谢谢。我想，我你甲白玉堂去阴间见面好了。是。白玉堂去倒？白玉堂去倒？五弟啊！五弟去倒？五弟。啊，朋友，我捌你呢。你敢是三国迄个周楚吼？我叫平民判官，我即马要判你死刑。死刑？啊，我判你活刑。这啥？啊？这啥？这白带鱼啊！这白带鱼这啥？要送你几万？五弟，我找你遮久，你
来去，行，家兄转来。什么人是你的五弟？我唔捌你，放！你唔捌我？叫你放实在，我无闲啊，是啊嘛。等，你唔是五弟？啊，我知啦！你什么人？我知影，我想着，你就是吼叫王上帝下凡对无？来，还紧嘞！叫王上帝来啊！还紧跪咱拜，叫王上帝。我安尼无你闲，用我的五弟好无？我的五弟，你用我，你袂用走，你要用我的五弟。叫你想你想做。我唔你要跟我来。用我的五弟啦！你用我。对呀，出来，出来，刘英，出来，刘英，出来，刘英，老前辈，有用我确实是无伫府中的啦。你不敢骗我？老前辈，阮辈唔敢骗你啦。你甲看，你有车拢超过啦，会破的啊，拢互你弄甲破样样啊。阮辈确实无骗你啦。小囝啊，唔来见我，好，暂时搁相信你一摆。我甲你讲，雷英啊，等下你甲讲，叫伊即时来去高头坊找我。若是无，互我第三摆搁来恁襄阳王府，毋是干那弄歹物件，嫌规间厝都爱行走。是，老前辈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将你的话甲王婆讲啊。我想你也毋敢无甲讲。我唔敢。彭英，王哥，走去啊！王哥，这个怪老人到底跟你什么姻缘啊？彭英，你实在是我的师傅啦！你的师傅，这是20年前，我想要做一个天下独一无二的歌手，也毋过我的师傅的武艺比我较高强，所以我才嫉妒伊。有一天暗时啊，你一个坐禅练功的时阵，我调过去甲插，去甲搅了，要互伊走火入魔。莫怪，伊即摆会来找你。唉，想袂到20年后伊也无死，还阁复出江湖啊！莫怪，咱即马一定要找一个办法来对付伊。先下手为强，我一定要用一个苦肉计。战士啊，这空气哦较好，啊无吼，你小委屈伫遮坐一下，我入来内底吼，朋友啊，你啉吼。感谢。
嘛真歹甲你回答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吼，阮师傅伊真少出门哦，啊，毋过哦，伊最近拢定定出去哦。我大当。你一个狗死囡仔，你家体照当，无我的命令，敢将人甲带入来洞内医的伤，我你知？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请你唔通责备连贤道，伊来救阮辈，这是出于救人的恻隐之心。什么叫做恻之心？我唔知，我敢若知影一个狗死囡仔多管闲事。你甲我走！好，小哥，感谢你救命之恩，过世。解救老大哥，那就简单。既然苦救无效，我只好来偷伊的药。师傅，哼，瑞英，你果然倒转来。师傅，道理这回回啦，就是要向师傅你请罪。哼，你心目中也有我这个师傅存在。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今日，这个欺师灭祖的叛徒，20年前敢违背我，偷摕我的秘笈逃走，我恨你，我要让你死！师傅，你若真是袂当原谅道理。愿你道理甘愿以死赔罪。师傅，好，你死你死互恁爸看。师傅，师傅，这就是20年前道理向师傅偷的武功秘籍。师傅。请你查看。可怜是我失落的武功秘籍，你要摕来还我？养育20年的恩情，只有来世报答。好，死给我看！师傅。
为正是已经后悔啊！师傅，道理后悔莫及，太慢，请师傅你原谅。你可谅解，善莫大焉。好，既然甲后悔，为所都无怪你，都只甲你拍几个，伤痕真重。我用药啊，互你食。多谢师傅。可见我的苦肉计要成功了。